今天收到觀塘區的粉絲發來的快遞，閘門內拆開快遞，這位粉絲事發過來了，一把本田的汽車鑰匙過來閘門這邊改裝升級，這個鑰匙的話是低配的，接下來閘門內給他進行升級改裝，給大家升級外觀、升級功能。檢測鑰匙信號沒有問題，再拿出工具把鑰匙的外殼拆開，把裡面的芯片主板取出來，取出鑰匙的芯片主板，這個舊殼子再給它裝回去，裝好閘門這個舊殼子之後，就可以用主板來升級。主板放到工作台上，看接上閘門準備好的路線，一個按鍵接兩條線，兩個按鍵接好，接一下正負極就可以。所有線路接好之後，再拿出粉絲自己挑選好的液晶鑰匙外觀，然後把主板裝到液晶鑰匙上面去，裝上主板，一把全新的本田車鑰匙就升級完成。選配了閘門科技藍色的液晶鑰匙，非常好看，對比一下外觀完全不一樣。升級好的鑰匙可以看時間，可以觸摸操作，而且會升級。靠近車是車門自動解鎖，離開車也會感應，是車門自動鎖車，可以連接手機，可以手機控車，也能備註車主電話。鎖車升窗會升級很多新功能。外觀也改得非常帥氣，現在鑰匙升級好，檢測也沒有問題，閘門就可以給閘門這個粉絲發回去使用了。喜歡的朋友可以留下你的車型，詳細了解。